好啦，一早就離開高雄啦。今日嘅目的地係車城。依家首先去撳錢先，因為我發覺嗰啲現金唔係好夠。原來好多嗰啲民宿啊、backpacker 啊都係只收現金，搞到極度依賴 Visa 卡嘅我係大失預算。希望有得撳啊！呢啲先係單車徑嚟啊，大佬啊！由於現金唔係好夠啊，所以只能夠慳住使，都係食下七仔算。途中又遇到另一個環島大叔。1年前就喺呢度搭船去小琉球啦，差唔多1年之後又翻返嚟呢度。靜局下呢個枋寮嘅小漁村，寧靜都幾正啊！呢邊就海啦，咁呢邊咧就係山嚟嘅，呢就唔知咩山。不過我聽日都應該要爬一座山先過得返去。咖啡唔錯。開始有啲記憶啦，記得我10幾年前嚟過，第一次見到呢個咁靚嘅海灣，成個人生觀都會改變。去緊恒春嘅方向途中，突然見到好大煙啊！係咪要出個嗰啲咩 story， 要啲觀眾投票，仲應唔應該去咧？留言下俾我知。好靚嘅日落。